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蔡有欣。27秒，咱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了一个查甫人举刀啊，乌白甲人抬，3人受伤，嫌犯按照杀人未遂罪移送法办。花莲县府对今日开始发钱予灾民，10号5万，不过受灾范围的认定引起争议。针对花莲讲复灾前，鲍坤基认为爱国赔，倒英台表示，目前对伊家预算讨论上紧。观众朋友，昨下晡瞄到一个48岁的查甫人举刀啊，乌白甲人抬，害2个小学生甲一个查甫人受伤，拢总是3个人送病院急救。落尾警察抓到人，也一个查甫人竟然伫2015年倒捌伫咧理变店伤害人，今年9月放放出来，又搁犯案。在监视器看到一个身躯的查甫人举刀伫咧超商头前看到人就抬，有2个查某囡仔甲一个查甫人受伤。代志发生去当阵，查某囡仔袂飞走，有一个女子冒险冲去甲被抓掉的查某囡仔救出来，并且大家惊甲大声叫。身躯的嫌犯抬人了，走回去厝内举刀甲警察相向。警察举枪喊声，叫伊甲刀放落来，伊唔听，就坐遐一直看警察。要支援警力到现场，身份线系注意，上2请电击枪，甲人压在涂骹。要嫌犯被逮捕，押去哩警车，也若受伤的2个查某囡仔，其中一个人伤势较严重，都边胸腔被擦伤，有危险的情形。主要是因为左边胸部大概3到4公分的一个刺入伤，这个部分我们做了电脑断层之后，发现很明显的血胸、气胸的情况。我们之后稳定之后呢，预计会转到中国医药大学的那个医院做进一步处理。一个死去的查甫人，今年9月拄出家，伫林里中介做无久。警方讲，伊10年前也捌伫咧超商抬伤4个人，被判8年8个月，是一般毒品列管人口。因小弟讲，敢若是食毒，情绪无稳定。这几天有干嘛吗？没有啊，不晓得。对，就你们俩兄弟住了。对，他有结婚吗？没有。警方会继续调查嫌犯抬人的原因。苗栗县政府初3也伫学校的周边启动活动勤务，保护学生囡仔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好，这件事件里长去当阵，拄好伫咧现场，伊看到是赶紧报警察。也这3个受伤的人当中，有一个查某囡仔，伊伤势较重，即马是开刀开好势，送去加护病房。警察表示讲这个举刀乌白甲人抬的查甫人有前科，现搁在犯案，是按照杀人未遂罪嫌正办。现场记录器有翕到伫安全部县区的嫌犯，倒手提刀啊，抬伫路行放学的学生囡仔，伫超商前随机救一个查某囡仔，煞来对伊的胸坎堵一刀。一个安全班的女老师随向前救人，其他学生囡仔看这情形紧走。倒伫对面的里长有看到伊抬人的规个过程。他被人擦伤，我们是有心无力啊，我们只能等待救援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医护专业，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救援。里长讲，当时伫门口甲林长开讲，听到对面学生囡仔喊休，赶紧去协助。县区的嫌犯先伫超商伤害姓齐的查某囡仔，尾仔姓林的查甫人向前走至，嘛去拄着伤。尾仔嫌犯搁走去超商外拄伤姓丁的查某囡仔。警方随后伫嫌犯住的所在抓到人，不过地方出现这种治安事件，造成每一个人心拢真惊。我觉得政府这应该要修法啊，像这种啊，不然这种放出来之后是不定时炸弹。嫌犯2015年犯下伤人案，今年3月才拄啊出狱，这届搁伫同一间超商犯案，造成3个人受伤，其中11岁姓丁的学生囡仔胸坎去拄着伤，转往台中中国附医救治，目前喘气血压稳定，伫加护病房观察治疗。苗栗县政府已经启动互动专案，要确保学生囡仔去上课甲放学期间的安全。我不认为这种炸弹很多了，这个五家戏、五家姑爷，我认为也不多了啊。这真的是我认为他心情怎么样，报道怎么样，你不可以做这种事。那既然做了，他就会付出很惨痛的代价。警方表示，嫌犯出狱了后，依照出狱人口管理办法，每个月会加强访视。另外，因为伊是毒品列管人口，每3个月拢会验照。这届刷过犯案，嘛等伫查清楚伊到底啥目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花莲县府对今日开始发钱予灾民，10号有5万，不过受灾范围这个认定是引起争议。
官府要甲大马村、大华村部分邻里来做对象，因未当领至5万，都互这灾民真不满。官府是赶紧甲这2村的村民全部列入来，也同样是建议官府有灾民是无设户口，毋过伫咧当地食头路，应该爱放任限制来认定。农会客判灾民暂停摒扫工作，特别找出时间透早到场，要来领花莲县政府发的灾后慰助金，每户5万块现金。知道你们昨天原本可能领不到吗？昨天哦，我们不相信，结果早上一听到说可以领，我们赶快来。初三是第一天，官府伫真侪所在发，由户长代表来领，若是无身份证件，爱先到户政机关申请补发。初七开始改做公户农会等2所在集中定点来发，啊，毋过受在户政范围，所引起风波。不知道什么16、15到16现在全部都可以了。原本的受灾范围甲发放对象，无特是大马村、大华村的部分邻里，引起未少灾户不满，也互关注民部落青年组成的自救会，讲要发动定前，官府才紧急更新，将全户纳入。县府跟中央说受灾户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对我们法单来说，我们整个部落都受灾了，不论有没有淹水，也没有人要来沟通，只有昨天突然说要发慰问金。然后又发的乱七八糟。除了大全大进之外，那其他8个村是全村来发放的一个原则。那另外大全大进的一个民众的话，他如果不是在本来被划设的影响范围的保全户的话，但有实际的受灾状况，那请去公所办理相关的受灾登记。面对自救会诉求，官府回应，公库乡目前8村拢是全村发放，中央建议官府对灾民定期应放领认定。那补助是补助户籍的这个住户。但是真正在这边住的实质住工作的人员，请这个县府中央去考量一下他的这个认定的范围。另外，赈灾基金会也无超过7.8亿，第一阶段已经拨钱1亿6000多万，用伫死亡失踪金组，甲每户5万块的家户清理支持方案。各界捐钱早就达成赈灾基金会原本设定的5亿的目标，而照原本的计划继续拨款到10月24。记者综合报道。好，讲好灾后后援是有看到进度。前进协调所表示讲恁家厝内底烂土伫咧中岛进前已经拼甲差不多，也下晡会开始清车路拼本数，未来学校重建会是重点。就是希望讲学生会当赶紧返去上课，也临时补发这部分，按算伫10月初4，也就是明仔载完成基本的保护。化学兵部队出动各种消毒设备，针对公共设施进行消毒。总共已经半暝，各军协助灾后复原的脚步嘛无停落来。早起前进协调所报告上新的工作进度，一定初3中昼进前家户的消毒清理会当100%完成。过到了后，会放伫道路的清理甲粪扫的清理。那我们预计在中秋节以前，也就是这1-2天，会把道路的清淤工作全部完成。我们现在目前的进度是45%，我们在这个整体上的这个土量的这个总堆积量已经到达了65000多公吨，所以说这个量非常大。我们今天预计清出的量要达到13000吨。桂林城进一步表示，未来工作重点是恭贺上港、恭贺各中的学校清理，希望学生囡仔提早复课，除了加速清理。补还加强原来新进度，临时补还一定10月初4完成基本保护，后续原来加强关渡，也加顿号10支。目前的执行已经有80%以上，那我们评估明天就可以达成这个第一阶段，就是3公尺土堤的建构完成，其实已经达到一定的保护标准，理论上。除非有大雨，否则是不会进入市区。根据高雄交规划的3阶段抢修策略，初2现场天气真好，头1阶段的暗港变道工程进度也比预定的超前，目前暂定10月15前完成。公河乡灾情严重，一寡民众甲团体拢会热心捐赠物资，煞原来传出乱象。即阵有志工伫面册社团讲，伫救灾物资发放现场，有部分的人一直中伏来领，甚至大量囤卫生纸加试管，特殊资源分配出现真乱。加派警力，维持交通的安全跟这个民众的安全，所有在灾区。临时发生志工有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马上可以请教这些警察。
因为中秋连假要到啊，前进协调所呼吁，唔是志工的民众唔通入去灾区，嘛征求专业的志工，像讲你有水电、木工这个专长的民众协助灾后的重建工作。若是一般性的志工是适度前往灾区就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马太安溪崩山湖内面的水量是继续咧降，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有关是维持红色警戒，就是唔敢大意。也学者认为讲目前上大的威胁唔是崩山湖内底的水，即马主要的风险是对水头流落来的水量。直升机吊挂特殊教官要甲人送去崩山湖的坝体，不过接到涂骹踏出去2步，人就风对顶悬扭起去。画面阁扭较近来看，教官的骹是规个纳入去路公园内面，连人要徛好在拢有困难，阁免讲互直升机停泊伫遮。林保署法庭分署再去申请直升机飞到湖区，落尾降落困难，但先装好小型水位观测浮标。这要概略去测量湖区水深的分布，后续就会去再进行水下地形测量跟进行水位计的安装。不过这部分必须要直升机能够降落，我们人员跟这个设备才能够下去。一透早6点出动的空翕机是翕到崩山湖顶悬是蓬蓬影。农业部讲，虽然伊的量体是明显缩小，但是嘛是持续在崩。高算超过3亿远的土沙是83%踏伫坝体。学者伫在后作无语，讲即马主要的风险唔是坝体的脱水，颠倒是对水头来的来水靠风险。坝的汇决其实已经不是一个主要风险，这个水体的瞬间往下冲，其实量体非常低，而比较需要担心的是上游进来的洪水量是多少，大概会增加1/4的流量。若是水头有1000 cms 的大水，会增加到1260 cms 冲去水尾。有警分嘛进一步模拟，若是超过1000 cms 的大水落来，主要受灾区同款会是南华、佛祖街这边，但是北华嘛会受影响。水利署是持续疏浚和补强北华来应用，但是中央嘛决定讲，当地只要24点钟累积的雨量到100毫米，就会随发警报。将会透过通报单跟细胞广播，运用警报系统，采用与海啸一般的冥想进行避难的这个作业。崩山湖嘛是爱装水位计来监控，这当对水位的变化来掌握感受新的崩山。林保署讲持续在试，另外上新的青台袂得暗算对灾区的影响无大，不过即马同款是维持红色警戒。内政部表示讲，要降级有几个要件，包括天候稳定、坝体稳定，还有河路敢有疏浚、爆花敢有加固等等。记者综合报道。崩山湖做大水迄天，当地居民是讲船长有放送，警察车有公布，不过都是听无清楚是咧讲啥物。都有部落的青年认为讲讲学者有真济原住民，若要传达重要的消息，就要用时大关系的母语来放送，安尼时大才听有。江湖乡的林家厝无用咧摒扫鹿公梅，居民讲受起崩山湖迄天，也是心惊惊，受到灾害发生进前，当地居民讲虽然有听到广播，但是也有人听无清楚内容，也有人唔知影伊咧讲啥。那我们就听不到，只是有听到广播而已，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啊，很快就过去了。应该是用国语吧？就是国语跟台语2种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县政府已经有预警。所以预留准备要留下来。花莲的江湖乡有带汉人，也有带原住民。代志发生迄天，广播爱民众撤离的有警察车，也有村长的办公室。当地的原住民青年认为，因为遮大的是大较济，爱用母语广播，才会当真正传达信息。这边都是阿美族的，所以我们就会先用国语讲一次，然后再讲阿美语，所以就是这边没有受困的，或者是有受伤。当时大马村的村长就是用这个放送头，爱民众赶紧撤离。不过考虑到当地时大可能听无华语，所以要用阿美族语，爱民众赶紧撤离。民众认为，若是面对灾难，居民无法度知影广播的内容，可能会影响到避难，所以希望花莲县政府也爱提供阿美族语的广播。对此，花莲县府也特别澄清，广播有建立 SOP， 内底包含爱照当地居民的语言习惯来做放送。针对当地的语言以及习惯来进行播放。那我们目前的采取的方式，主要是以国语以及当地习惯的语言来做传播。县府也表示，无论是村长的广播、警察车，也是消防放送，拢会要求爱照当地母语来做通知。未来也会要求落实，确实做好传达正确消息，给民众。记者陈亚轩、柯敏哲、花莲报道。
观众朋友，后礼拜一就是中秋，袂少人哦会买两零所送人，也中华有一间两零所店，变啊中秋人客啊，就摆甲看无买。不过人遐尼济呢，就去影响到交通，附近店头甲徛家哦，这个出入是真困难。天才拍补光，路下就出现济济排队的人阵，拢是为着要买两人所，大家透明排队，现场状况嘛真混乱，有人用椅仔占位，甚至阁有人插队。小姐，我们都是11点半多来的，还有2点多、3点多，还有阿北是10点多来的哦。你要不要想清楚？你7点多才来哦，你确定你不走？彰化市一间两人所店生意真好，为着应付中秋订单，店头为9月14到10月初2暂停营业，初3开放现场买卖，车路边排队的人热热长，唔但影响交通，附近店头甲住户嘛拢真歹出入。那是影响啊，店门口口就拢有排队，出入较无方便吼。看到蛮多老人家带着椅子坐在那边，我也觉得蛮危险的。坐着有没有可能视线比较低，开车的可能会没有注意到。然后这边蛮多公车跟大车在跑的，也蛮危险的。面对济济排队人阵影响交通，警察局表示会加强巡逻，而且要求店头爱做好排队管理。辖区排队名店不二黄蛋黄酥于中秋节前夕采买人潮络绎不绝，造成大排长龙。本所已编排巡逻同仁前往周边加强交通疏导、违规停车取缔及劝导排队民众注意安全。警察表示，已经加派卡手伫现场巡逻管制，呼吁民众排队嘛是爱守规矩，千万唔通乌白停车占用车路，则袂两人数也袂买到，等到因为违规先来接罚单。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顶个月，桃园区发生天高的社区群聚案件也涨，鼓山区增加2件个案，判断是甲桃园区天高的群聚是同一层，即马拢总有6例。也风声讲啊，有市民唔配合消毒，搁要攻击这个防疫人员。市长张善政就讲话啊，依法上当会当罚30万，是呼吁市民爱配合防疫的工作。防疫人员伫街路伫清消，任何所在拢袂使绕交去。顶个月，桃园传出天高的社区群聚的案件，这个月初2，搁增加2例鼓山区的个案。厝边头尾拢真有心去挨着天高热。家里附近水沟最近蚊子很多了，室外啦、草丛都有蚊子啦。为了卫生嘛，所以才要来喷啦。鼓山区这2例天高的确诊案例是同一家遐的人，而且是桃园头一个本土天高的个案的朋友。连判拢是桃园群聚案，互疫情按桃园区探到鼓山区，群聚有6例，传出市民拒绝室内清消，甚至因哪想要攻击防疫人员。市长张善政讲，若是安尼，依法上当会当罚30万块。当时就是我们去做防疫清消的通知，那民众的太太，当下是有拿那个杀虫剂，就是有。喷外面大概7、8下左右。民众呢要配合相关的一个化学防治作为，如果有拒绝规避或者是妨碍的话，我们将会依据《传染病防治法》，最高可裁罚新台币30万元。卫生局讲，接续中秋连假，幼儿园会继续清消稽查，呼吁民众一定要确实把家户内底的滋生源清掉，干那管仔内底积水嘛要倒掉，若查到积水会罚15000块。嘛，提醒民众出门就要储有水防网定，若是有天高热的症状，爱赶紧就医。记者综合报道。也高雄有一个查某人用假年保证甲人骗钱，家长哦定金拢付啊，煞等无一个人影，人拢无来，钱嘛讨袂转来。消费局就表示讲哦，这个假年保进前嘛捌安尼做，目前有3个人哄骗，除了会按照离校法来罚钱，即嘛已经有报警察来处理。他是去网络上，然后去找我们的保姆有 PO 那种，就是合格，把它download下来。伫网络顶关找别人的灵母合格证实，然后甲身份证号码改做家己的，欺骗家长签约。高雄一名生出来查甫人，伫7月份就摆用同款的手路骗家长签约，加在迄当阵保护定金。受害家长有向社会局检举，冇报案，请警察家己检视侦办。想不到这个假灵母唔知悔改，最近有一位家长已经付2万8付假灵母，落尾找无人。社会局表示，目前拢总有3个人受骗，敢若一位是已经先付定金。前几天我跟他联络，他有回，对，然后我是跟他承诺到今天晚上10点没有拿到款项就是报警，然后我其实也有告知他说，我不是只有我。
一般来讲，若是要申请补助，拢会找有保姆证的。但是因为最近这虐婴虐童的代志伤多吼，阮若是找家己熟悉的，也是人推荐的，较放心啦。啊，无保姆证嘛无要紧。民众认为找有合格证实的人物来骗囡仔，佫会当请补助，想袂到有人用假证件来骗人。社会局表示，高雄市目前合格人物有3000多几，民众只要去网站，拢会当查到相关资料，而且嘛会当进一步敲电话去寄托中心查。更加了解这个保姆以前，伊顾这囡仔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吼，还是迄个服务态度安怎吼？啊，还有签约的时阵，你应该注意啥物细节？啊，收费标准是安怎？这居托中心最清楚。社会局已经协助家长对这名洗出来的人物提供伪造文书、甲早起罪，身份红头经的受害人物冇报警侦办，同时按照离校法对假人物罚6000至3万块。记者柯家驻柯朝阳高雄场报道。来讲，台南机场自从疫情了后呢，真侪国际线是已经无咧飞，也最近市府就宣布讲年底进前要搁再直飞新本甲Okinawa这2条国际线，希望会当来提升台南的观光发展。民众到台南机场准备登机，不过大部分拢是坐国内航线，所以机场内底等的民众也无多，使用率无悬。主要原因就是自2020年疫情冲击了后，台南机场国际航线大部分停飞。虽然这几年由仙台、清迈等包机复飞，不过一直缺少固定航班。总算伫今年底有直飞新本、Okinawa 2条国际航线。这边有到日本，我觉得还算不错，还不错。对。所以以往这边都只有到红的班机而已。对，大概。如果票价差了可能1-2万块，对，还是会去从桃园那边出发这样。如果我们可以直接从台南飞日本的话，其实我觉得很方便。台南登机飞越南航线1年半进前停止了后，市府积极争取拓展各航线，希望能带动台南观光甲都市发展。不过要面带提醒，要做好交通转接延续航线。这2条航线将为我们带来日本的游客我们观旅局后续也会积极整合市府的各项资源，然后提供日本游客一个好的旅游环境。如果出了台南机场之后，这些观光客会不会寸步难行？早上9点50，如果你错过了这班，你就必须等到下午1点50，你等于午餐也没着落了。而且另外，现在交通局的公车的司机是非常的不足。所以这部分一定要抢在年底之前。按照开飞新本航线12月23第一班，每礼拜2到5会飞；Okinawa伫12月25是第一班，每礼拜4日会飞。初期国维持每礼拜2班，市府强调2条新航线开通了后，望吸引更较侪日本旅客来台南，会继续争取其他航线。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讲强化论性特别预算相关的作业拢已经完成，是希望立法院赶紧三读，因为这个特别预算通过，才会当来普发一班。也针对花莲港府的灾情，行政院修正洪灾特别条例是搁加200亿的预算，就是要来协助灾区。不过，部分基认为讲爱搁赔，杜英泰表示讲目前追加预算这个效率上该紧。只有这个特别预算通过了以后，国家才能进行普发现金。行政院长杜英泰伫立法院报告包括普发现金的强化论性特别预算，讲先期作业拢已经完成，希望立法院赶紧三读。也若对花莲港福乡马大安区帮山湖灾情，行政院规划修正，但若是洪灾特别条例，追加200亿预算纳入花莲灾区。国民党团总调卜群基讲，主要是中央部会所涉，应该按国家赔偿。国赔有国赔的法定程序跟条件，那对灾区的整个抢救跟补助有它急迫性的需要，所以这2个并不相冲突。如果提出一个以200亿规模为基础的这个追加预算，是应该能够在短时间内马上就来执行。杜英泰讲，协助花莲用追加预算效率上紧，甲国赔并无冲突。不过国民党团也是希望提特别条例，请行政院能够这个回心转意，支持我们国民党党团所提出的灾后的重建条例。我们还是一句话，救灾为先。有媒体人士讲，江湖乡长林清水8月时阵就捌有经过帮山有风险的声音档，不过中央无重视。现在目前不要用片段的数据去揣测任何一件事情，那相关的调查，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相关的调查。现在最重要还是以救灾为主。我们签约的部分已经差不多完
成。那现在着重的部分可能会是在那个道路的部分，还有一些公共设施的部分。那我们会持续因应这个地方的需求。因若国军是毋是派更加侪人力来救灾？国防部长顾立雄讲，会继续配合地方的需求来斗三工。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共和国中气候大水升腾，因的运动校队这个训练也是拢受到影响。运动部就表示讲会协助因选去花莲北京学校来训练，也交通费唔免烦恼，运动部会来倒出。这是这部分呢有报请行政院列入去在后中间的计划当中。野球场北外米直线的电竞跑道和卡球场，拢有土地升腾去。花莲共和国中这几天，众人协助摒扫，渐渐恢复，预计后礼拜复课。运动部处长田世忠催你代表部长李勇来校勘察运动设施损坏的情形，了解几内校队后摆要哪训练。田径队可能要到东华大学啦，或者是华农。那棒球队可能需要到瑞穗国中等等，那都需要搭火车。运动部表示讲，校设施设备全部拢废弃，请关教育处报行政院纳入在校重建计划。另外，因为重建有过一年，运动部会支应学生通勤训练的费用。另外一面，立委林俊宪吹三讲，运动部经费增加到248亿，推动将近10年运动爱台湾2.0计划，总经费也是维持3.8亿。不过，地方政府申请计划自备款的比例煞有来提悬，以台南市做例，原本是12%，115年度煞提悬到30%。像台南市他们跟我反映，有12%提高到30%，他们几乎过去例行的活动都无法办理了。在今年7月份找县市政府来谈的时候，然后还是要依照主计总处的这样一个财力分级，台南市的第3级，所以对应过来，他们自筹的比例要到达30%。林俊宪认为讲，向强调款地方的自备款比例，民间团体制裁袂掉，慢运动部鼓励全民规律运动的目标倒摆。运动部解释讲，这一照资格总是对县市在地登记的分级，因为分级搁咧讨论调整，了会根据上新的机制来做补助比例的调整。原则上，财政歹县市是降低自备款，好的县市就调悬来做便帮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华记西顿公司因的员工要申请霸凌调查，不过来调查的委员却是替公司处理劳资争议的律师，这引起争议。调查司方主导，请劳动部表态。劳工团体伫劳动部头前大声抗议，因指出，之前华记西顿公司的员工申请霸凌的调查了后，所发现外部的调查委员是长期替公司处理劳资争议的律师，可能会有替资方讲话记录。劳工团体阁表示，劳动部伫今年有提出新的修法草案，内底也是无限制霸凌调查委员的资格，认为修法了后的调查程序也是无公平。只是一个条文上面的一个宣示而已哈，甚至完全没有对于外部这个委员的资格给予一个限定我想往往这个决定权都会是在资方的手上，很难对我们这个申诉人会有一个保障跟保护的机制。劳工团体强调，这个劳动部提出的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法草案，内底清楚写讲，头家对这场霸凌的调查应该爱客观公平，嘛要让当事人会当完整表达伊的意见，说明安怎叫做公平，认为条文的内容有欠点。劳动部回应，这个修法的内容只是母法的原则，未来会伫细节内底阁补充。外部调查委员他们的这个条件利益回避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是参照性别平等工作法，会在未来的附属法规以及行政规则里面去补充这一些细节的问题，以及这个个案性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个华记西顿公司的霸凌事件，劳动部嘛表示会按照行政程序，请相关的单位去处理，让申诉人的权利会当得到保障。记者桂宗林、王兴忠台北报道。来讲，有人客叫车，司机却无停伫咧指定的所在，结果司机等无人客，全取消行程，甲人客收取消费，这就引起消费纠纷。消基会表示讲即马差不多大个平台拢有家己取消费的制度，呼吁主管机关应该爱统一定一个收费的标准。
无论是通勤还是出外，随时使用轿车平台，都会当伫指定的地点坐车车里边，毋过嘛产生消费纠纷。消基会接到民众的投诉，在误报时阵，司机无照指定的地点停靠，平台是采用卫星定位，难免会有差。系统也是显示司机已经到啊，乘客伫原地等超过5分，司机取消订单，乘客可能收取消费。业者的片面规定是不是在法律上面来讲，我们是业者的定型化契约的话，如果认为违反诚信原则，我们觉得这应该是无效哈。所以针对业者的这样的一个几分钟的一个计费标准，业者应该有更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这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订定方式。有无回应，乘客超时去坐车地点，合作车队可能会收一笔取消费，补偿驾驶的时间甲成本。行程取消费用是由合作车队向主管机关申报，拢有充分公开伫合作车队的旅客运送契约。公告之后，那我在使用这个服务，我知道会有这个产生，那这样都合理的。让他这一趟不会，譬如说短时间不会空跑，我觉得合理。消基会讲，取消费规范逐间无共，像有无是乘客伫医药行停了后超过3分钟，而且合作车队已经派车，乘客都爱付取消费。有时是为今年1月开始，若是乘客取消，也是超过3分钟无上车，爱付40块；若是医药行停取消，收费更较悬。Line Taxi 是规定，伫司机到位了后取消，还是司机等3分无看乘客上车，拢收40块。机场专车取消的费用更较悬。取消费用的机制，并不是为了要去惩罚消费者，而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机制去提醒消费者。今天你叫车之后，你要负起叫车的责任。消基会呼吁，对取消费主管机关应该积极介入，制定统一的另外收费标准，避免业者随便制定，并督促业者建立有效申诉机制，让消费者伫权益受损的时阵会当得到救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连锁健身房全真药价宣布破产停业，都有民代要求政府提供协助来保障消费者甲劳工的权益。也根据统计全真药价会员大约是4万人，也争议款项恐惊是超过4亿。行政院消保处就表示讲，会找主管机关开会讨论，无排除拍团体诉讼。全真瑜伽进前宣布10月起停业，互4万的会员甲一海教练员工甲配合厂商维护反应。13早起便代表开记者会，找受害民众等代表参加，呼吁政府爱保障受害者权益。明明都要倒闭了，还推出什么3+1的方案，吸金吸最后一波，然后倒闭，这跟诈骗集团还有什么两样？后面司法程序谁来跑？民众表示，过去因为伫全真瑜伽运动10几年，才会继续买会员，想要到业者煞宣布破产。受害配合厂商表示，几个月之前因就开始欠钱，统计目前就因一间厂商就被欠将近100万，粗估目前有10多间厂商也受害，金额差不多2000万。全真真的比诈骗集团还诈骗呢！对啊，从头到尾就是骗厂商、骗会员。高层的人吸饱之后，那我们这些厂商还是拿不到钱啊。受害民众、厂商甲员工一直增加，运动部表示，若民众需要团体诉讼的专业协助，劳动部回应进前已经限制全真代表人出境，劳工应申请工资点偿。特别是体育局指出，接受业者有收款信托的永信银行，已经伫7日公告，即马开始受理会员申请退钱，按算申请2个月了后会完成。行政消保处呼吁，用信用卡入害民众把握时候提出信用卡争议款。消费者受害的人数很多，那请他们考虑到这个有高度的公益性的情况下，来进行这样的团体诉讼。那因为进行团体诉讼的话，其实大家也不用，消费者也不用花钱啦。行政消保处表示，下礼拜会找各主管机关共同讨论建议影响办法，佮对外发公告。民代表认为，主管机关应该全面检讨以符合教育的消费者保障，接被求偿找无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英国曼彻斯特一座犹太教堂10月初二，有车黑白龙，也一个赛车的查甫人的高头车亚刀啊乱抬，是造成2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落尾这个查甫人是去互警察开枪弹死，也警察认定这是针对犹太人的恐怖攻击，有3个人涉嫌委托、筹备、煽动恐怖主义的行动，即马互抓起来。
曼彻斯特警方随之早起9:31接到西顿公园米道顿路的犹太教堂发生汽车冲突通报了后，马上向重大攻击事件来处理。案发当日是犹太教一年内底上新型的节日赎罪日，教堂内底有真侪犹太人。环境赶教堂看到一个查甫人提刀堵路人，是要闯入教堂内底。现场的录影画面显示，武警警察将歹徒压倒在地，大声警告围观的民众，讲身躯有炸弹，爱民众赶紧离开。歹徒拼命抵抗，是要起身的时阵，互观景非常大事。迄时阵是9:38，离接到报案敢若7分钟的时间。Well, it's obviously it's a bit eerie. Honestly, no one knows the full story of what's gone on yet, but we know the basics, and it's devastating to hear on the holiest day of the year for the Jewish community. 首相施卡尔当日原本伫南非哥本哈根参加欧盟领袖峰会，接到通知了后，马上登伦敦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了后伫记者会宣布，这是一件针对犹太人来的恐怖攻击，下令伫全国犹太教堂四周围加强维安警力。Today's horrific incident shows why. And while this is not a new hate, this is something Jews have always lived with. We must be clear. It is a hatred that is rising once again, and Britain must defeat it once again. 警方事后公布，歹徒是一个35岁叙利亚的查甫人夏麦，伊细汉时阵入禀英国，2006年得到英国公民身份时阵还未成年。这案件另外还有3人因为涉嫌委托收贿，加煽动恐怖主义行动被抓。2013年10月7日，警察战争爆发以来，英国反犹太受凶攻击数量增加真多，敢若是去年就超过3500件。曼彻斯特攻击案件传出了后，美国东西两岸举行赎罪日活动的犹太教堂，也拢提高警戒，加强安检。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也法国这边，各大城市是搁再发起示威的行动，工会表示讲全国大约有60万人来参加，就是要抗议讲这个政府减少预算。民众认为讲政府减少预算，干那好着财团，干那好着遐好野人，煞无照顾着少年人甲工人。也这场示威的行动呢，是造成公共运输、造成公共设施袂顶袂当，甚至连埃菲尔铁塔嘛关起来。规条路拢是抗议的民众，因邮报条顶头写抗议被镇压，民主建立危机。抑个唔通搁再讲当作柳丁直接批评马克宏政府的政策，只可来牺牲劳工甲青年。自雷恩到巴黎，法国全国刚才发生反政府示威，工会讲有60万人参加，大声喊拒绝尊节，反对新政府减少预算。不过法国内政部讲只可能195000人参加。Nous, principalement, en fait, c'est la continuité des 2 premières journées de mobilisation. On aurait préféré qu'elle n'ait pas lieu si comment, le Premier ministre n'avait pas encore une fois proposé un budget d'austérité. Et c'est pour ça qu'on se retrouve une nouvelle fois ici. L'idée, c'est bien sûr de retrouver un maximum de camarades. 法国工会发动全国大罢工，唔但交通运输无行，就连埃菲尔铁塔也宣布关起来，真侪观光客来无法度去哩，真失望。不过也理解罢工的诉求。That's understandable due to the fact that it's a fight for their own rights. So I guess it's an acceptable excuse for the strike. 抗议民众内面有真侪学生甲青年的专业人士，因认为政府几多年来尊节政策，只可能照顾财团、医疗甲教育资源愈来愈少，新世代无希望。De la jeunesse, du monde du travail, contre l'ensemble de la politique de ce gouvernement, qui franchement est une politique de casse budgétaire, qui est une politique qu'on voit depuis des années, qui est au service des milliardaires, qui va jamais dans le sens de la jeunesse et du monde du travail. 示威也引起国会甲政治对抗，反对派批评马克宏甲新任的总理勒克努，也未提出完整的内阁甲预算，就拄到3遍全国性示威。De la configuration actuelle, si on veut débloquer la situation aujourd'hui, ça passe par le départ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t par l'organisation d'u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anticipée. Et en tout cas, c'est la position qui est la nôtre et nous continuerons à la défendre. 马克宏的任期只敢若剩18个月，支持都是一直搬，伫经济愈来愈悬，议会分裂，政府直咧送尊节计划。也过互民众正反弹，虽然大部分的抗议拢和平伫咧进行，也过社会逼损是愈来愈深，就看怎么政府要安怎回应。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
看转来到咱台湾，家己当就出蚵仔，毋过因为今年这个做风台是做真忝，蚵仔销售无好，即阵的市面却出现讲用进口蚵仔改做当就蚵仔的状况。蚵仔农民甲餐厅业者都烦恼讲这影响到当就蚵仔的名声。蚵农是连咧拍开蚵仔壳，甲内底蚵仔肉摕出来，家己管当就的蚵仔即马开始大出。蚵农讲，今年因为风台收成有受影响。就听讲市面上有进口的蚵仔来假释当就蚵仔的状况。因为人这边较俗，咱这边价钱拢差不多，毋过因量济较俗，影响真济哦。餐厅的杜子用在地蚵仔来炒料理，家己县当就是蚵仔的产区，中秋连续假期来到当就买蚵仔的民众，嘛会带动地方的消费。在地业者就表示。进口的蚵仔假做是当就蚵仔，若是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这对当就在地产业会带来真大的伤害。进口科就是安尼，这是市场的迄个就是机制啊，伊来蚵仔济，咱遮就无法度卖得较好的价钱。所以我嘛希望政府真正要好好把关。那如果说有些外面又假借我们东石这边的鹅，对不对？就是用我们东石鹅的名称。那如果客人吃出问题还是什么，多少会品质会受到影响啊。进口科真的就会有那种蚵仔的腥味，所以很多人说不敢吃蚵仔，我觉得应该是有吃到进口科那种不新鲜所影响。蚵农表示，进口甲在地蚵仔为外观无法度看得出来，只有食过才有法度感受。这是因为进口蚵仔需要运送的时间，所以新鲜的程度无法度甲当就产地来比。民众买的时阵，也是爱找有信用的店家才会较安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2025南投世界地球博览会明仔载就要开始，也民间乡的地农甲民间团体早起是去到县府顶前，因讲因无爱焚化炉，无爱去焚化炉，要求县府好好保护在地的地球。没有茶婆，拒盖民间焚化炉。南投县民间乡的地农、环焚化炉自救会甲其他环保团体做伙发口号，伫南投世界地球博览会开播的前一天，到县府头前抗议，要求县府唔通伫民间乡起焚化炉，这是真正咧守护地产业。地农业批评县府甲民间为做地定农业区，说要伫遮起焚化炉。在这个农产品产地设置了一个焚化炉，这里的所有农产品的销售会冠上产地有焚化炉。环保局家嘛要到宣传咱的南投的好地，好啉独香，这我会真认真。南投民间有医师嘛表示，民间的地形会互污染物真歹散去。2022年的资料嘛显示，民间人得到气酸感的比例是全县第2悬。希望县府唔通伫民间设焚化炉。医生的立场，甲一般人较同款。都是反对，因为焚化炉一定会产生戴奥辛。县府还有环保局，一切就是依法办理。那也期待民众能够理性的看待南投的垃圾处理的问题。南投县政府环保局指出，针对民众的诉求，会达至后续的环境影响评估，进一步讨论。丁树雄也由专家做严格审查。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来讲台东地上有一间庙，伫厝尾顶的塔楼30当前咧起的时阵呢，有楼骹无甲封起来，结果有被捕来遮做收，也即种被捕呢是台湾的特有种，对当地的农作物真有帮助。伫咧地上乡的现天宫已经起30档啊，到即马也未起好。伫厝顶的即个塔楼，一个挑工漏一空，因为管理员有一天发现，尾仔暝时阵有真侪蜜蜂会对即个空内面飞出来，尾仔数量愈来愈多。庙方管理员认为蜜蜂代表福气，所以即个塔楼就让互因大。太子楼啊了，迄个空有一年感觉哎呦啊头啊一蝙蝠才出入，就去看，哇，规个拢总是蝙蝠安尼。带来福气安尼。对对，迄这个特色就是有福气的所在。当地保育人士讲，住伫咧庙内面的即款蜜蜂是台湾特有种的台湾叶片蝠，是国内原生种上大型的正糖的蜜蜂，会当帮助农民除虫害。尾岸保育团体也雇用红色的玻璃纸掠伫咧镜头头前，避免反射光去伤到蜜蜂的目睭，记录台湾叶片蝠伫当地行为路线。
经过调查，这个洞内面至少上千只蜜蜂，因为附近拢是田，有真侪通吃，蜜蜂国家塔楼互因大，所以变做一个族群。大概600到700只左右是台湾叶鼻蝠，那它大概是晚上黄昏的时候会出去，然后到白天的时候会回来。那其实我们上次带导览解说的时候，有带大家去看，其实还蛮壮观的。不过，地上乡其他所在是真罕看到这种规定的台湾叶蝙蝠。当地保育团体讲，有可能甲栖地被破坏、甲人为的干扰，抑个农药用过度有关系。所落来会搁再深入调查。不过，为了要让一般人会当改变蜜蜂是歹动物的偏见，这么必要内面有些导览的解说，希望让大家了解蜜蜂是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生物之一。记者综合报道。较早做事人会伫田内插一支竹仔，也竹仔顶面呢有3张香甲金纸，互人合作土地公拐，是祈求平安好修行。今年拿来九江的这个福德宫哦，就甲在地囡仔做土地公拐，做要来送予地方的做事人。对竹仔拿错一寡竹仔，甲3支香抑个金纸插伫咧竹仔头前，这就是一般所讲的土地公拐。以前农民伫咧中秋节土地公生的时阵，田头田尾拢会插土地公拐，希望土地公保庇丰收。到8月14日甲15下再去人插安尼啦。即讲我意思讲我插看保庇我。因为香就是那一支拐仔共款咯，土地公来遮顺看看，有法度希望讲今年大丰收。婚礼的农民讲，中秋节是土地公生，以前农民为了要祈求农作物一旦丰收，拢会传土地公拐插伫咧田内。不过这种习俗慢慢消失。今年林瑞乡九庆福德宫就甲在地学生做1200支土地公拐，送予在地农民。从来没有做过，第一次。拿回家之后就插在我们的田里面。传统的土地公的纪念历史。无咱即摆的情况拢未记好，插土地公拐啦，要安怎拜祭哦？怎样？庙方讲，这么农机具愈来愈普及，愈来愈进步，正罕咧看农民插土地公拐。希望这边教囡仔做土地公拐，送予农民插，会当互大家更加了解这种地方习俗的历史甲意义。记者综合报道。宜兰有民意代表建议县府设一个台语实验学校，会当互用台语，嘛会当互这个偏乡小学来转型。不过县府表示讲哦，即马县内的实验学校这个数量已经紧绷，是无法度来办。都有这个台文的朴树新建议讲，那安尼这个实验学校袂法度办，就会当来先对这个台语专班开始做。老师用全台语教学上课。宜兰的黎明大溪甲公正国小申请国教署推动浸脱式台湾语计划，伫教室是有布置台语词汇，要用于学生的生活内底。因为我教的都是低年级，那年纪小的小朋友讲台语，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可爱。我自己的孩子，我也是从小让他讲台语。我目前接触到的低年级小朋友对台语的认识是非常少的，甚至完全不会听也不会讲。那我可以一点点的带入，然后慢慢的让他们去认识。老师充满热情推广台语，不过时代无同，台语伫新生代的生活内底慢慢的消失。宜兰有民意代表建议，伫县内设立台语实验校，除了希望复兴台语，嘛希望伫偏乡有采变危机的小学转型，都给少减坏危机。这样的话，应该可以试办啦。台语卖冒落去啊！你台语若冒落去。根本后盖自己的母语都不会讲。宜兰县呢，对于推动本土语教育，很积极努力。县政府讲，县内公办公营实验校名也已经定，有积极在推动本土甲教育，学生会当申请认证领奖励金，嘛鼓励校申请国教署推动浸脱式的台湾语计划。不过，台湾朴树生认为，县内这款推广台语的量能并无够呀。县长若是设立台语实验校有困难，会当先开设专班。记者综合报道。运动部推广全民运动，第一步要对学校开始，要来鼓励囡仔对细汉培养运动的习惯。学生伫运动中心跳健康操、活动筋骨。这是全民运动署和党市基金会为着鼓励无分年岁拢来运动，先对校园开始，带细汉囡仔斗阵运动，自细汉培养运动的习惯。借着小朋友
跟家长可以一起运动。那甚至于高龄长者也可以加进来一起运动，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慢慢的了解到说，很多的社会开始在响应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全民运动绝对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那不仅是身体的健康，更是心理的健康。运动部成立了后，部长李勇一直咧推广全民运动。希望培养民众有运动的好习惯。有健康系教师表示，运动唔但会当提升健康，对情绪甲学习也有帮助。鼓励规家伙仔斗阵运动。希望说，我们不要让小朋友太过于早看手机，或是AI 的东西，或者是电子的东西，因为电子的东西只有伤害很多。那我们现在讲好了，就是你把你有训练起来以后呢，你的体能很好，小朋友就比较不容易累，也会比较开朗。当时基金会伫10年前就有和学校合作，推出运动方案，鼓励学生每礼拜运动150分钟，嘛设计亲子运动，阁会办家庭运动挑战。建立囡仔有好的运动观念，进一步来影响父母时代。记者陈心东、林秀凯台北报道。新店关怀中心要用无人机来送货，这个5公里的路程啊，会当对半点钟缩短到剩10分钟。关怀中心呢，就是希望讲哦，这会当来乘做紧急医疗救援的方式。OK 吗？好。甲装货箱仔放伫无人机，准备甲货对关怀中心送去病院。过程中有 GPS 定位，操作人员只要看电脑确认5公里的车程，自本来半点钟，即马利用无人机只要10分钟，就当顺利送到位。如果遇到所谓的天灾或者是战争的时候，那血品的运输基本上在路段、桥段的情况下就没有办法有及时上路上的运输就会遇到阻断。在测试飞行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用温度计录器，那实时在监测它在运送过程中血品的运送的温度都必须维持在1到10度。过去拢是利用车载的方式，唔拿了时间，上惊的就是塞车。万一拄到天然灾害，也是紧急的时阵，更加紧张。新店关怀中心就用无人机来送货，这把是创全国大声。现在的无人机的整个科技的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跟进步，所以我们有思考到，如果用医疗用血采用无人机来运送，应该会有在时效上面，还有救人的这个及时性上面会更有效率，会更好。未来我们是希望朝向定期的那提供医院紧急用血的一个方式。新店关怀中心指出，过程中除了温度爱控制在10度以内，也需要确保稳定甲安全性。目前无人机送货搁伫试验阶段，希望未来建立出完整的紧急用货救援方式。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28度至36度。中部地区29度至35度，南部地区30度至35度，东部这边28度至32度，高岛地区28度至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